着阿罗上帝，我的心神啊，着阿罗上帝，我一生要称赞上帝，我的日子拢要唱歌阿罗我的上帝。十八吟诗阿罗圣诗，圣诗第4首。圣诗第4首伊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为主面听，地主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敬拜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拜，万主的主，万龙的龙。圣诗第4首，第3个人。对。
篇文33篇，就是诗篇113篇。篇文33篇，咱大家来听。上主啊，你有感谢我，捌我。我一举一动，你拢知。对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会看。我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也袂推嘴。你应知我要讲啥物？你另外一头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十下遮尔奇妙，遐尔关心，超过我的了解。你倒位我才会当无影。行到倒位，我才会多想你。我若爬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让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我用黑暗甲我含起来。叫暗暝甲我掠走。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你是遐尔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同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算准。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我算了，也袂当靠你的报表。上帝啊，求你感谢我，知我的心思。好让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海定义。带我行另外的道路。同心阿婆来祈祷。我伫今日要感谢你，互我兄弟人同心做伙，伫主你的殿里，主你面前敬拜服侍你。感谢主，互我暂时渡过难关。伫即时，大家当三见面，伫主行内面，互相关心、平安关怀，领受主你满满的恩典赐福。一段疫情期间，世界各国教会利用科技线顶的对白，互阮大家无因为灾害停止聚会礼拜。同时，互阮得到更较多主你心中的福利，保佑者，传讲主你万名的话，丰盛管的灵命，感谢主。现在主，伫即时日本举行2020共产党奥运会，互阮台湾选手因认真打拼、不断的精神，得到真好的成绩表现，为国家争取公赢，也互世界各国的媒体人民关心着台湾现时伫国际上所受到种种不平等的遭遇，因时第二人福。感谢主，台湾人良心的力量，帮助全世界为台湾出声。感谢主，我今仔日会当进献殿敬拜你，你圣神领导到阮同在。阮即时疫情期间，逐人心灵所受到的压力、重担，拢当一个讨伐。我为牧师所通讲。你的信心，我们定心一个快乐同在。伊都感谢靠主耶稣得圣名，阿门。赞美请圣国民。
享受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6章24节到66节。约翰福音6章24节到66节，汉译本111页，葡萄本134页。约翰福音6章24节。约翰福音24节，众人看见耶稣甲伊的学生拢无伫遮，就搭1条船仔到巴比伦找耶稣。已经拄着伊伫海的地方，就甲伊讲：rabbi，你啥时到遮呢？耶稣因讲：我实实甲你讲，你遮会找我，毋是因为看见神了，是因为食饼到饱若行。无你为着会败坏的理由来着我，又为着长长地白永远的理由来着我，就是你主所要互你的，因为被上帝所确定的。伊就对伊讲：我着怎样名来对上帝讲呢？所以讲，信伊所写的，即个就是上帝的讲。因甲伊讲：你行啥物一心了？互阮看来信你。你行啥物啊？阮会做伫旷野食饼仔，照所记载讲，用对天来饼互因食。所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毋是摩西用对天来饼互你，就是我会爸用对天来饼互你，因为上帝饼就是对迄个对天落来的，也用活命守住世间的。34节，伊就对伊讲：主啊，常常用即号饼互我。耶稣甲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我的人决断袂了，食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若是我捌甲恁讲，你一定看见我，也有缘有信。伊若白所互我，要拢就我，就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因为我对天降落，毋是行家己的旨意，就是行找我遮的旨意。找我遮的旨意，就是既然伊所互我的，我无失落一个，是原日互伊告我。因我的爸的旨意，就是既然看见主来信伊的人，拢有永活，也我是原日互伊告我。14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讲，我是对天降落的饼，就嗷嗷念讲，即个竟是约瑟的饼耶稣吗？伊的爸母，伊的爸母就是咱所捌的。怎样讲？我是对天降落，也所以讲，你无必安尼骂人。若毋是我的爸引带伊，就无人会救我。就有我的，我伫原日要互伊告我。遮个先知有记载讲，因拢要互上帝答应。伊若对爸兄弟来讨人，就我。这毋是讲有人捌看见伊爸，只有对上帝来的，伊捌看见爸。我实实甲你讲，信的人有永活，我是活命的饼。你会做伫旷野食吗哪，互人食的也袂死。我是活的饼，对天降落的，
人若食即个饼，是活到永世代。我所要予人的饼，就是我的肉，我的肉，为着世间活命，才守守的。52节，因安尼犹太人三师讲，即人点了伊的肉，互咱食。耶稣就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你若无食恁主的肉，无啉伊的血，就恁的内面无我。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有永活。我咧，我要互伊告我。我的肉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实含饮的。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伊点我，我点伊。亲像我的爸饲我，我的爸来我，食我的要对我来我，也是安尼。这就是对天降落的饼，毋是亲像会做会食玛纳也会死。食即个饼的人要活到永世代。这话是耶稣踮加百农会堂内教士人的时所讲的。耶稣向侪人听了，就讲即个话真好，之最会听伊。耶稣心内知伊的学生因为安尼嘛讨厌，就甲伊讲，即个是发来着你嘛。说使恁看见因主上到伊原本的所在呢，互人活的就是神，着佩服伊的。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若是恁中间有毋信的人，因为耶稣对起头就知，是罪毋是伊，是罪要赔伊。佮讲，因为安尼，我甲恁讲，人是对爸，互伊无人会救我。对安尼，伊的学生侪无搁甲伊行。以上，主的话也做咱的榜赞。通过在记牧师所讲的地方是，上帝知咱要爱啥物，咱用心来听。平安对平安，平安。以上都进行咱同齐按头来祷。守事活命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把阮的性命会当今仔日甲兄弟姊妹同齐圣地来敬拜，也来感受你的名甲恩典。透过阮所讲的平安，是耶稣基督所享受互阮的，诚做一个请安，也是一个感谢。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是为着要听你的话，也要照安尼来行，要得到你的欢喜。诚做一个兄弟的恩父，应当互爸来欢喜。阮安尼做，是为着阮知阮的身份是囝儿，阮知你疼阮亲像囝儿。阮就相信，甲阮伫地，开发阮的心，互阮的耳孔听清楚。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大家看到惊的人，迄个平安讲了，敢有感觉讲真正是感谢平安，是完全的感谢吼。甲以前6礼拜就是有来到礼拜日，若是共款，袂讲吼，
有平安的人平安人，毋过无亲像即站2个月的时间，大家真正是侪时间关伫厝，因为知影外口有危险，外口有死亡。所以今仔日咱会当行出来外口，来到圣殿来敬拜，咱的心的确是完全真正去感受着讲今仔日来到遮，佫会当看到咱的兄弟姊妹，真正是国外佫健康，真正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今仔日的圣经节，互咱看到的，互咱来思考的是耶稣伫讲永远话。这个永远话，伫众人去挑找耶稣的时，约翰福音头前第5章的所在，第6章的所在，伫讲耶稣当行一个实验，互众人来食饱，就是5块饼2尾鱼，5000人食饱。这个5000人是查某人，无算查某人甲囡仔。这个超过5000人食饱，大家因为安尼来挑找耶稣伫倒。当因找到耶稣的时阵，因用一句：“你哪会伫遮啊？你定是来遮的。”迄就亲像去请咱共款。足久无看到你啊！我哪无看到你伫遐？就是一个问候词。做是耶稣伊知影，伊讲恁问我，定是来，恁甲我请安，恁去挑找，其实毋是真正要知影，我定是来，我对倒位来。恁有恁想要爱的，恁有恁想要爱的。我知影恁想要爱的啥物，恁想要爱的是，我倒食饱。因为有听到，有看到，也有感受到，有的人有食过迄个5块饼2尾鱼，有的人是听到的来的，所以有食过的人伊有缘过来，无食到的人嘛来要看卖啊有通食。这是耶稣直接甲众人所讲的话，我知影恁找我是为着啥物。牧师即马拢会甲讲道大纲来甲分段，互大家先看先知影。安尼，当咱要分享这段经文的时阵，会当较实知影讲要安怎来连结这个过程。众人是安怎找耶稣？众人无讲伊是安怎要找，伊只有讲你伫遮啊。总是耶稣讲，我知影恁是安怎找我知影。耶稣就直接单刀直入，切中核心，就甲讲，我知影你找我要创啥，我知恁是要食饱。接落来耶稣甲众人讲，毋通为着迄个会歹去的食物来着我。恁即摆为着要食这个饼，要食饱这件代志，走来走去来找我，恁应该爱把恁的性命、恁的时间、恁的精神放伫迄个袂歹的食物，迄个袂歹的，迄个袂歹的食物是诚做我要互恁的，是永远我性命，永远我的性命。所以耶稣续落来讲的这，咱今仔日听着苏辉比读的圣经节，足长的。耶稣讲一段足长的话，互要找饼食的众人。亲爱兄弟，你想这个众人，你听的时阵，因的心情是安怎？你着知影，阮找你要创啥，你佫讲甲我落落长，有可能有安尼想法。
一种想法是啥物？吼，你知影阮要找这，啊，毋过你讲要互阮一个搁较好诶，是袂歹诶，迄个性命，安尼是要对倒来。袂歹诶食物伫倒？伫倒。既然你讲阮去找迄个饼是会歹去诶，安尼你讲你要互阮袂歹，安尼是对。所以诚济有两种，搁有一种就是看卖啊，耶稣，你伫讲啥？这个过程会有详细要知影耶稣要讲啥，嘛会有伫听的过程中间有耐烦的，嘛会有真正伫听候要知影耶稣要讲啥物。耶稣细一个讲来讲去，其实耶稣伫讲啥？迄个袂歹去的食物，就是我。就是我，我是对天父遐来的，上帝差派我来诚做恁食了袂歹的迄个物。这个对所有的人来讲，拢是圣经讲的迄种。耶稣的话足难的。大家听无？听。所以当耶稣伫解说过程中间，其实是侪人足详细伫听耶稣伫解说，是安怎伫讲？你是袂歹的物。所以耶稣就去讲着，你爱相信，相信我是对天父遐所派来的，所找来的，恁就爱相信我的身份，相信我所讲的话。我诚做恁的美味，诚做恁的食物，会当互恁得到袂歹的。这个袂歹的食物，后壁的结果就是得到袂死的活命。相信我的身份，相信我所讲的话。这个相信以后会有尊坦我所讲的话去做。所以当耶稣伫讲的时，这众人伫问讲：安尼，阮要做啥物工，才会当得到这个食物呢？就是耶稣伫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你要做啥物，做啥物，做啥物，才会当得到食我。搁讲着食我的时阵，讲我的肉、我的血，你就爱食。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个拢总是，这是伫讲啥话？敢讲伊的肉、伊的血真正要互咱食吗？迄亲像咱伫讲的，以前唐三藏取经的时候，遐妖魔鬼怪拢讲爱食唐三藏，因为功力就大增，就会活介久。敢若是安尼的神话故事安尼伫讲，敢讲耶稣真正要甲伊的肉、伊的血，互咱食吗？咱就会当得到永恒活吗？是安尼吗？无同款的国家竟然有雷同的说法，听起来很有趣。即马咱知影，当耶稣伫讲我的肉、我的血的时阵，表达的是啥物？是圣餐。就是当耶稣伫讲遮个话的时阵，这个代志还未发生，耶稣是用代先来讲以后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对伊遐先知影上帝救赎、上帝计划、上帝旨意，嘛爱人知影要安怎一步一步来行到上路尾。耶稣你甲教，你甲引带，要安怎会当去到上帝面头前去得到迄个永远活？食饼食饱是为着这个身躯会当活的，会当健康。就是耶稣所讲的是，你毋好为着这个身躯尔。
真正的性命会当活咧。耶稣知影遮个人爱的是啥物，总是耶稣要互因搁较好的。上帝知影咱爱的是啥物，总是上帝爱互咱搁较好的。咱有当时会亲像遮个人共款，听无耶稣伫讲啥。这个求讨的过程，咱嘛毋知影，一步一步来，会当行到后壁去。当耶稣你讲你爱相信我的身份的时，遮个人讲，阮是安怎要相信你的？你摕啥物来互阮相信的？阮捌你呢，阮知影你的阿爸是约瑟，知影你的老母是玛利亚，阮拢熟悉啊。有个人搁看你大汉。耶稣你讲这个话时阵，是伫伊的故乡加百农。所以遮个人，有个人是捌伊的，是知影伊的，嘛真捌伊的家庭。所以伊用这个角度的时阵，他们用家庭背景来看耶稣的身份。我毋捌你啊！他们自以为他们认识耶稣，因认为因认捌耶稣。所以当耶稣讲我的身份是对爸遐来的时阵，因的心安那无法度接受啊，因无相信。这个对应着耶稣讲：恁爱相信我，恁就会得到我，会得到迄个袂歹去的食物。恁就爱相信我，总是耶稣的家庭，耶稣会出世，耶稣会大汉，耶稣会生活，遮个人目睭看着，头壳伫想，因的判断就是耶稣，你哪会讲你是对上帝遐来的？我知影你是啥物，所以对遮个时阵，咱就看见遮个人是无法度相信耶稣的。这耶稣的因带恁爱相信我的身份的时，就已经互遮个人啊心不安啊，也无要相信。头一步就已经负绝。刷落来，耶稣所讲的是啥物？恁就爱食我的肉，啉我的血。食我的肉，啉我的血。对遮个人来讲，就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啦。哪有可能是安尼的讲法？所以遮个人对这是听无的。咱即马听有啊，咱即马听有，总是咱敢有亲像遮个人共款，伫听有的过程中间，有缘有迄落听无的。当耶稣讲恁爱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时阵，咱想着咱咧守圣餐的时，当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甲复活，是纪念耶稣基督是对上帝遐来的，是为着上帝疼来的。是为着要拯救咱来死的，是为着咱来受苦的，是爱纪念遮来的，毋是食落尔、啉落尔，毋是，是纪念这个。当纪念了后，耶稣讲，当食落了后，你甲我同工做合意，你伫我内面，我伫恁的内面。因为我伫恁的内面，成做恁的营养，成做恁的性命，互恁成做圣洁，会当伫上帝面头前来徛起。你会当甲上帝共款圣洁的时，迄个就是永远活的性命结果。永远活。当耶稣讲我伫你的内面的时阵，咱成做合一一个时。你讲啥物咧？迄个合一，成做耶稣伫咱的内面的时阵，耶稣的心甲咱是共
共一个心。耶稣所想的是甲咱想的是共款的，所以当咱常常伫讲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时阵，是爱做啥物咧？当有法师、文士、有钱的人去问耶稣讲，爱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话？耶稣的回答是啥物？尽心、尽性、尽力，听你的上帝。也讲一个，听厝边亲像家己，听厝边亲像家己，就去卖你所有的财产，分互有需要的人，才讲来分地我。咱知影，当耶稣安尼去回答的时阵，问伊要安怎才当得到永远话？伊是安怎？一个是啥物人是我的厝边，一个是无法度卖伊的财产，伊由阮离开，由阮离开了无法转来啊。圣经无甲咱讲伊佫有转来，互咱看，当耶稣爱咱，用伊的心做心的事，你亲像伊共款，你知影安怎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的事，迄个路。有的人是无法度去做，有的人是会拒绝的。这个拒绝的人，做袂到的人，有可能就是你，有可能是我。当这个过程，耶稣伫讲的时阵，有人嘛伫问，啥物人是我的厝边？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安怎讲？伊就讲一个故事，一个撒玛利亚人。去救一个互人拍的，伫路边的，伊要死的。这个是犹太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无交叉的，伊嘛会当卖家己，总是伊看到伊可怜的时阵，伊就去甲救；伊看到伊有需要的时阵，伊就去甲救。毋但去甲救，甲带去旅馆的是。佫甲迄个头家、迄个老板讲，伊伫遮住、食，拢对我互你的钱来哩。若是无够，我转来才佫互你。伊做了比本来甲救、甲怜悯佫较侪，伊的付出是伊会当毋免付出的，总是伊安尼做。耶稣讲，即个人。伊看啥物人是伊的厝边，就是迄个，你会当毋免甲听，你会当无甲听嘛无要紧的，总是你需要应该爱甲听，因为伊就是需要有人甲帮衬的迄个。啥物人是我的厝边，佫是有需要的。当约翰出来伫传悔改福音的时阵，人问讲爱安怎悔改，才会当得到永远话？嘛有人安尼问约翰，约翰安怎讲？约翰讲：你若有2领衫，你着去分互迄个无的；你若有食的，你嘛互人巴肚袂了。这些拢是分享。是真做一个家做出来的。甲耶稣所讲的，听上帝，甲听厝边亲像家己是共款。对遮咱看见，当耶稣你讲要得到永远活的路，这个是相信耶稣的身份，相信耶稣所讲的话，相信咱甲耶稣真做合一的事。是用伊的心，用伊的性命去过日子，是亲像伊伫活的共款，做伊伫做的代志，是安尼。总是这人伫头前去问讲，阮要安怎相信你咧？毋若是阮认为阮认捌你尔。迄个摩西，互以色列人相信，伊都会食吗哪？
上帝遐对天赏赐落来，这个妈妈赏赐落来了后，阁有捡妈妈来食的条件，什物条件？你手会当摕，你会当食。你到遐的，若是摕假出来，伊就会生虫，就歹去。你若是会当为着迄个无法度去捡的人捡的，迄个袂歹去。这个过程，上帝嘛伫教示，嘛伫引带以色列人彼此相听，互相照顾，伫上帝命令内面。伫啉食的过程的中间，毋若是顾家己的腹肚，你顾家己的腹肚的时阵，袂当贪心，爱照上帝的交代，嘛爱顾迄个无法度的人。对摩西甲玛纳，耶稣所讲出来这个连结过来，就是耶稣你讲的，永远我的性命真做是。听上帝话，遵趁上帝话去行。玛纳食落，犹原会死。遐以色列人死伫旷野是安怎死的？因为无相信，无相信什么？无相信摩西去传达上帝话的时阵，上帝的旨意你甲因讲要安怎行的时阵，因定定。埋怨摩西，你是安怎甲阮对埃及带出来，互阮受着遮个苦难？你讲是上帝叫你带阮出来，总是阮一直拢看着遥遥无期。你讲上帝要应允，总是阮拢无看着。要食无通食，因一直伫怀疑，嘛无法度接受摩西是对上帝遐来的。当摩西伫传达上帝旨意的时阵，因嘛无法度接受。这个玛纳毋是永远活的性命，迄个食米食了，迄个过程犹原上帝嘛是伫教遮以色列人，要安怎会当得到上帝所应允互因的迦南地？耶稣照犹太人因所提出来问的这个问题，嘛是同款伫引传犹太人。你想要得到永远我吗？相信我是对上帝遐来的，相信我所讲的话是对上帝遐所传达过来，刷落来是到我正做一体，正做一体，行出我的性命。因为我是上帝的囝，恁甲我联合，结连斗阵，正做一体的时阵，恁就会当伫上帝的头前来得到迄个永远完成。毋是这个看会到的，毋是这个会歹的，是迄个看袂到的性命。安尼的话，对当时的人。是困难的，无法度了解，因为因看到耶稣有新业，总是迄个就是新业；有饼通食，迄个就是饼通食。咱毋讲要知影耶稣所讲的，要相信伊的身份嘛，要相信伊所讲的话，这个伤困难，歹了解，歹接受，所以圣经互咱看见，因听见这个话了后，安那就离开了。耶稣的温度就离开，侪人就离开了。咱看见耶稣迄个时，嘛有评定着留下来还是离开。相信而留下来的人，可以得到上帝所给予的。
无相信离开的，永远的好运就无啊。对即层圣经节，咱会当来挑揣嘛来想，当咱去到教会的时阵，咱为虾米要去教会？咱敢真正知影咱所爱的是啥物？也是亲像遮个人，因想要食饱，总是希望耶稣一定是来遮，来做一个演示。上帝知影咱来到教会是为着啥物？有的人去教会是为着要交朋友，有的人去教会是为着要学台语，有的人去教会是因为会当伫遐认捌足侪人，会当得到伊生活中间所需要。有的人伫教会内面会当去敲找着家己会当做的代志，得到别人的学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有知影家己是安怎要来教会的，有的人的确毋是真正知影家己是安怎来教会。总是上帝知影，咱去教会来到教会的理由是啥物？咱去想，我去教会是因为我要得到永远我吗？还是我要得到平安？还是我要得到其他伫即个世界中间会当看会到的、听会到的，是名声吗？是地位吗？还是食饱？还是伫外口互人看轻？来到教会的时阵，因为耶稣伫倒会交代，上帝的吩咐爱彼此相听，而且得着听，去感受着上帝。咱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拢有咱家己的理由，总是咱敢有看见咱是安怎要来教会？当咱来到教会了后，敢有相信徛伫台仔顶的牧师讲道的人所讲的是对上帝遐来的？你敢有相信伊的身份是真做上帝互伊徛伫遐来传达的？爱去经验，爱去学习。这段经文互咱看见的，其实就是去学习、去经验耶稣基督伫对，咱的上帝伫对。当咱去讲教会是上帝的时，咱敢有相信伫教会内面体制内面的即份，伫迄个即份里面的迄个人，伊是上帝所要用的人。若是有，咱是毋是爱相信伊的话？是毋是爱甲支持？是毋是爱甲伊斗阵？当咱有相信来到教会时阵，这兄弟姊妹是上帝组织，要伫这个空间、这个礼拜堂、这个教会彼此相听的时，咱敢有愿意相信这件代志？嘛真正学习，伫领圣餐了后，真做甲耶稣是一体，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彼此相听，彼此帮助，互相照顾。迄个听是听啥物？毋是听迄个听会落心的，是听迄个有需要，是听迄个软弱，是听迄个互你会当来去甲听，总是你若去听，是会得到上帝欢喜的。得到永远我听上帝甲听人，真做是爱平衡。耶稣伫讲的时阵，永远我是爱有这样，彼此相听是上帝一直伫交代的代志，嘛是耶稣所讲。我无要互你信的，就是安尼尔。总是就是安尼，咱定定拢做一半尔，就是咱只有讲我听上帝，我尽心尽力来听上帝。
啥物行为来表示疼上帝？爱用疼厝边、疼兄弟姊妹，爱用尊叹上帝的话，尊叹上帝的话，你着爱认捌上帝，你爱知影上帝的话是啥物？读圣经，咱知圣经是上帝话所启示。当咱无要读圣经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真正认捌上帝，咱就无法度尊叹上帝的旨意来行，咱就无法度知影要安怎去疼人。耶稣基督安怎做，咱就照咧做；上帝安怎吩咐，咱就照咧做。是安尼，才会当真正亲像耶稣所讲，得到迄个永远。伫保罗伊讲的时阵，伊讲迄个真济甲基督真济一体的时阵，是逐个拢是一体。上帝赏赐，上帝所赏赐的恩赐无共，每一个人用无共的恩赐来成做一个身躯，建造教会，连结耶稣基督做头。当咱伫教会时阵，用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恩赐，不管是唱歌、交谈、请安、帮赞，也是管理，甚至是奉献，遮个拢总是伫学习，要安怎成做一个好的肢体，成做一个伫上帝面头前来表现、来行出来。我有去疼上帝，我疼上帝。圣经嘛，甲咱讲，当你讲你疼上帝，却无法度疼迄个你目睭看会到的兄弟姊妹时，你就是讲袂出。当遮个时阵，是一直到即马，咱去看耶稣伫讲，你爱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甲我成做一体，真正意义活出耶稣伫我的行为。用上帝所赏赐的来服侍，彼此帮赞，彼此接纳，三片。当咱会当安尼做的时阵，迄个永远我是互咱会当得到上帝圣洁的上帝所赏赐互咱，咱会当徛伫伊的面头前。上帝是永远。当咱会当徛伫上帝面头前的时阵，迄个是永远，毋是一摆两摆。所以耶稣讲，上帝所赏赐互我的人，一个拢袂失去，一个拢袂放散，一个拢袂无去。这个所赏赐的是啥物呢？上帝所赏赐的是真做认捌耶稣基督，相信伊的身份，接受伊的话。讲甲伊留落来，甲伊同齐斗阵，成做一个洗礼，一个信仰，同一款心情，伫上帝面头前清清白白，伫教会内面，毋若是伫礼拜堂内面，是伫教会。教会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照耶稣基督的吩咐，照上帝的欢喜来行的，自直到底正做教会。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所行的所在，咱所徛起的所在，甲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是一个连结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一体。当安尼，咱就会听见上帝甲咱讲：我知影你爱是啥物。今仔日以后，你会当甲我同齐来领受好的我所排列的典章，同齐来领受，同齐来欢喜。咱同齐按头来祈祷。
受着提醒，爱疼你，爱疼人，爱彼此相疼，疼厝边亲像家己。因若是得着你所赏赐的救恩，嘛爱亲像耶稣共款活出疼的生活。两领衫的温厚无的，有饼通食，嘛温厚别人有通食，互阮会当比别人行搁较侪的路。毋是因为阮有偌敖，是因为这是真做你的吩咐，真做你所欢喜的。我用耶稣基督所赏赐互阮的身份，来领受这个永远活的生命，无得阁用歹去的食物来着我。疫情的期间，阮嘛重新去看阮的性命在伫你，不管阮安怎做，安怎保护家己，安怎防范，总是阮拄着性命高悬的事，阮知影，毋是阮做啥物就一定会当活落来，只有恳求你来赏赐。阮所看见的我是肉体的我，总是你要互阮的是搁较侪的，是永远活的生命。阮已经知影要安怎做，阮嘛知影耶稣基督有赏赐阮气力去行去做，做了完全。为着这心帮助阮，互阮有气力，嘛愿意安尼去做。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老师所传的知识，互咱上好的勉励。咱要来回应咱大家的名，圣诗311首，圣诗31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你完全，求你欢喜点燃我心到永远，无私欲拢消除，互我心清洁，求主甲我洗，互我地爱赢世，地爱赢世，像地爱赢世，求主甲我洗，互我地爱赢世。圣诗321首，请记大家的名。
答呢？答没有人没有答，没有答。是年轻的，我这个回答。哦，赶快去答。真的是哦，真的是那个现在哈，最起码是安尼，拢有拍啦吼。我住莫德纳，我今仔日行莫德纳，唔知道无？哦，后咱报告虽然第下咱讲讲，全国疫情对于7月27到8月19已经降为2级，请大家咱共同来遵守防疫安全相关的规则，彼此来守护。咱今日礼拜堂进前，咱实名登录制，量测体温，来分组间消毒，多戴口罩。第二，教会对我的贡献，就是咱5月有迄个玉山新人医的奉献主任，以及7月文理工作时光的奉献主任，咱下午就是今仔日的揭晓来宣告迄个机会，用出纪念20世共同的参与、关心、甲来做。第3月15礼拜后，咱要调开政治会，政治刚刚礼拜新来面对，真欢喜的20世来底下，咱中心实在是牧师共同来参与咱教会的。第4，7月甲8月新安讲各种的出席已经到，请咱家己来底。第5，咱拜五的查经基督的进度是刚开始，摆我睇方式是以英文的内容来配搭主题做讨论，要看咱20世到现在发展甲基督变做信仰。咱的主会活动，咱现在已经开始所以咱这个礼拜一般是早起10点，圣歌队员是早起8:45。姊妹查经分享是早起10点，每礼拜4。礼拜5查经基督会是暗时7点半。咱后礼拜顶个竞赛就是全部的重点，咱自己来看。这礼拜咱招待是小国最高所联络，插杯是秋面之士，清扫是游览者。下礼拜咱讲到民牧师，师会是礼仪长老，师会是圣明节，领处是余信兄，师会是民兵之士、秋面之士，招待是社中最高的幼儿兄，插杯是张老师，清扫是小国姐。咱来看咱这礼拜进度，我也就是神685日。我所甲你讲的话是神是我名，约翰福音6章63节，来3个
心灵大作啦，啊，哔哔哔哔哔，39.5啦，安尼，我搁阵咧行到，这是要咯，我是要走啊，是要咯，哇，边迄个人就走到王去啊，内底有小姐安尼，大家咧陪，那你怎么就是说，哦，那伊也惊着，你不要动，你不要，我嘛惊啊，我不是真正是要咯，我你搁留一个，搁留一个，体温在上，这个搞得大家呢，真的是生理心理的压力很大。另外，总是当然放松一下下啊。如果我们让钢筋肉了啊，还有我们的志杰啊，什么杰？什么杰啊？志杰啊？对啊。我把它反起来了。有没有一起走一走？他们还有去走一走。我嘛是要出来走，我真的真个月拢规日来底，逐工都敢若饲老龟咧。讲我食饭偌济，食了搁看，电视去看，搁困。真的是生活，真的是很不正常啊！而且我还需要用因来注意的话，当做因不要去遵守。我来上安尼，对，感谢主，来补充，请牧师。咱大概礼拜时阵吼，有做甲安尼，就是伫消息报告时阵啊，是在倒的时阵啊，大家会当安尼淡薄分享，尤其是咱足少有时间，讲礼拜煞真正嘛无来分享啊，尤其即摆无爱餐吼，所以会当安尼分享一个讲一个，其实足好的，因为安尼咱才知影生活安怎过，才知影吼，伫台仔顶嘛是。较济个行济，咱的心会当用做伙，会当斗阵。你听的过程中间，咱的心情嘛甲伊共款。你在倒的时阵嘛是共款，咱看到有需要的人，看到有的家庭去痛苦，看到有的人的身躯无健康，咱的心嘛是共款，会毋甘想着，会当为着这些。这就是教会彼此相挺的教会，用疼来彼此对待，用疼来感受上帝安尼欢喜。今仔日上帝这伫礼拜进前拍电话来，大家会请安，伊讲伊即马要小心一点，年纪了大，因为这两天落雨，我嘛想讲伊讲身体无介好啦，所以我就请伊留伫厝安尼。大家若是有时间，咱打电话甲问候一下，伊是打电话来讲，牧师你来，牧师你要跟大家说我很想大家，传达完毕。好，说落来，因为咱两个月无见面，所以6月到8月的寿星，刚丢了，小波姐、小丢了牛谢崇杰，
进入舞蹈的时间。我伫天意的话，感谢你，听你的兄弟伫你面头前会求讨，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我是对侪人的痛苦感受着不甘，无法度为着伊做啥物，总是怨憎。只有高头伫你的面头前，你就会为着因来做。你会拯救因，帮助因，互因脱离因痛苦，互因得到你的保守甲照顾。因为安尼，我欢喜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祈祷，来感谢。主，阮求你帮助我，搁较侪认捌你。搁较侪嘛认捌阮的兄弟姊妹，嘛搁较侪认捌家己，用安尼来成做彼此相听的事，会当互相照顾，互相接纳，互相帮助，成做一个芳香的祭来到你的面头前。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甲过来吟圣诗382首，我老上帝万福本源，地上万民照地声相感，天顶圣徒上赞万世，我老弟兄圣事上帝，圣诗382首，请咱起立三甲来吟。
愿天父上帝请看，透过耶稣基督死复活的救赎，圣神的同在，为苦难中间